大家好，我係 OCBC 華僑銀行香港財富管理部嘅張志高。2月下旬，中東局勢突然惡化，令到全球市場陷入動盪。油價暴漲引致環球股市下跌，市場嘅前景依然係唔明朗。而家市場上面有啲乜嘢嘅投資主題同埋亮點係值得投資者留意呢？過往幾年嘅投資熱話 ESG 嘅投資主題喺呢一個嘅動盪市況入邊，係咪仍然都係一個長遠嘅投資趨勢呢？今日我哋好榮幸邀請到富達基金香港有限公司香港分銷業務客戶董事何婉喬小姐 Holly， 同大家分享富達對於投資市場同埋 ESG 投資嘅睇法。首先想問下 Holly， 環球股市喺2025年表現強勁，不過喺今年似乎係遇到一啲嘅阻力。富達預期2026年餘下嘅時間，整體股市有冇一個反彈嘅動力呢？雖然地緣政治風險急劇升溫同油價衝擊令環球股市最近有明顯嘅調整，但係今次油價嘅升幅相對上幾次地緣政治並冇咁高。首先，美國喺能源上比較獨立，其次係比較依賴地區，例如歐洲經歷咗俄烏戰爭之後，天然氣嘅進口分佈比以往更加多元化。今次嘅調整亦因為係投資情緒主導，而唔係基本面惡化。如果緊張局勢其後可以緩和嘅話，股市有望反彈。油價偏高雖然會推高通脹，但同時有機會加重家庭負擔，壓抑消費，繼而拖累經濟增長。預期聯儲局仍偏向中性，對通脹嘅容忍度比以往高。今年仍有空間減一次息嘅，有利股市反彈。投資市場上面有啲乜嘢嘅挑戰係投資者要留意？有啲乜嘢嘅應對策略呢？我哋認為現時最大嘅風險係伊朗同美爾談判比預期中長。海峽長期受阻，令油價喺高位徘徊，導致金融環境收緊同埋利潤被擠壓，從而拖累經濟增長。另一方面 ，AI 主導嘅巨額資本支出亦都恐怕會導致市場過度集中、過度樂觀同埋估值偏高嘅現象，亦都有機會係形成一個市場泡沫。雖然係咁，如果睇返股市長線嘅走勢，每一次環球股市有比較大嘅調整嗰陣其後嘅反彈能力都幾高㗎。我哋整體睇好股票，地緣政治壓力往往短暫扭曲資金流動，事件結束之後反而可能帶來更加明確嘅入市良機。潛在受惠嘅領域包括金融股、新興市場股票同埋一啲精選嘅周期性機遇。另一方面，我哋認為黃金喺投資組合當中係扮演一個好重要嘅角色，而且長線投資嘅理據仍然有效，所以金價下跌嗰陣其實會帶來一啲嘅增持機會。多元化商品仍然係比較有效嘅對沖風險工具。近年備受關注嘅 ESG 投資或者係可持續嘅投資主題，富達認為係咪仍然值得關注？富達點樣應用到喺投資組合管理上面呢？我哋認為 ESG 投資仍然值得長期關注，並且不斷持續強化我哋喺呢方面嘅框架同埋研究能力。富達會制定自家嘅 ESG 評級，為每一間公司喺ESG 3個範疇打分，同埋會睇翻個趨勢，追蹤翻佢哋長線 ESG 嘅表現，期望為投資者更精準分析我哋投資嘅每間公司喺 ESG 方面嘅表現。機制注重前瞻性，除咗注重公司披露，仲會同公司交流對話，更仔細去分析每一間公司喺 ESG 嘅策略同埋表現。最大嘅特點係 ESG 嘅評級係由我哋自己嘅分析師去負責，全面將 ESG 嘅資訊融入喺基礎分析當中。除咗制定 ESG 分析工具之外，亦會代表機構進行公司層面嘅投票活動，推出咗投票原則同埋指引，列明對各個 ESG 議題嘅最低要求。呢啲要求包括氣候、性別比例、有關董事同核數師嘅指引同埋股東嘅建議書。頭先提到嘅 ESG 評級入面嘅趨勢分數，可以有助觀察每一間公司每一年嘅表現，把握同公司嘅交流機會。相信透過同管理層嘅交流，會鼓勵唔同嘅公司更積極推動 ESG 嘅發展，從而創造正面嘅價值。多謝 Holly 嘅分享。總括嚟講，富達認為雖然個地緣政治風險急劇升溫，同油價嘅衝擊令到環球股市有明顯嘅調整，但係調整嘅主要原因係因為個投資情緒主導，而唔係個基本面惡化。如果緊張局勢緩和，股市係有望反彈。而另一方面，富達認為 ESG 嘅投資仍然係值得長期關注，
並且係不斷持續強化富達喺 ESG 方面嘅研究能力。今次嘅分享嚟到呢一度啦，大家敬請留意片尾部分 OCBC 華僑銀行香港同埋富達嘅免責聲明。如果對有關免責聲明嘅內容有任何問題，可分別同我哋或者係富達聯絡。多謝大家收睇，下次再見。